嗨，大家好，我係 Stella， 我哋一齊嚟探索塔羅牌嘅世界啊！鍾意呢條片嘅朋友，請你訂閱我嘅頻道，俾個 like， 再撳埋個鐘仔，就唔會錯過我將來嘅新片噶啦。多謝晒！大家好啊！喺我哋今集正式開始之前，想提醒大家記得 follow 我嘅 Instagram 啊！平時我會喺度分享每日嘅塔羅感想同心得噶，多謝你哋一直嘅支持啊！我哋之前已經一齊睇咗大牌 Major Arcana 愚人嘅旅程，亦都睇完細牌 Minor Arcana 入面嘅權杖系列，由火元素一路睇到熱情、行動力、成長同埋領導力。由今集開始，我哋就會進入另一個完全唔同感覺嘅水元素世界——聖杯系列 Cups。如果權杖代表行動，咁聖杯就代表感受。第一張要講嘅，當然就係聖杯系列嘅1號牌，聖杯1 Ace of Cups。如果權杖1代表靈感嘅火花，咁聖杯1代表嘅就係內心情感嘅開始，可能係一段感情、一份感動、一次心靈上嘅療愈，又或者你重新感受到自己內心真正嘅感覺。好，今集我哋就一齊深入探討下呢一張充滿情感能量嘅牌，究竟代表住啲咩信息？喺呢一張牌入面，你又睇到啲咩呢？喺聖杯1號呢一張牌上面，我哋係可以見到有幾個常見嘅象徵。一隻手喺雲嗰度伸出嚟，托住一隻滿瀉嘅聖杯，杯入面有水不斷流出嚟，有一隻白鴿飛落嚟，下面係一片水面，開住蓮花，成張牌都散發住一種情感開始流動嘅力量。首先，我哋睇下呢隻手，呢隻手喺舊雲入面伸出嚟嘅，好似宇宙、命運、直覺送俾你嘅一份情感禮物。佢喺度象徵住呢個時候，你嘅心開始打開，有一段新感情，一份新感受，或者一個療愈自己嘅機會喺度準備出現啊！然後我哋睇下呢隻聖杯本身，聖杯啲水滿到瀉，喺度象徵住感情、愛、直覺同埋內心能量嘅流動。聖杯屬於水元素，水係代表情緒、關係、感受、直覺同療愈。當水從杯入面流出嚟，就好似你內心嘅愛同感受已經唔再收埋，而係開始自然咁流動出嚟。背景下面嗰片水面同蓮花，就好似你嘅內心世界，可能之前有啲情緒未整理好，有啲感受未講出口，但係而家呢一張牌就提醒你，你嘅心喺度慢慢打開。聖杯1號通常代表心入面有新感覺開始萌芽嘅狀態，佢象徵新感情、新連結、情緒療愈同埋內心情感重新流動，好多時都代表感情開始，關係升溫，直覺變強，又或者你開始願意打開自己去愛人同接受愛。呢張牌嘅信息想提醒你，打開你嘅心啦。當你願意接納自己真正嘅感受、愛、療愈同美好嘅連結，就會慢慢流入你嘅生命入面噶啦。好，跟住呢，等我俾個簡單嘅例子大家啦。如果占卜嗰陣時見到聖杯嘅1號牌，可以點樣解讀呢？一個最簡單嘅塔羅陣係會抽3張牌，分別代表住過去、現在同未來噶。如果聖杯嘅1號喺過去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之前你曾經有過一段好觸動你內心嘅時期，可能係一段感情、一次相遇，又或者一份突然湧上嚟嘅感覺。嗰陣你個心係真真正正被打開過，你開始願意去投入、去感受，亦都重新感受到情感嘅流動。如果聖杯嘅1號喺現在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而家你心入面喺度慢慢出現一股新嘅情感能量，你可能開始對某個人、某件事重新有感覺、有期待。呢張牌就好似話緊，你個心開始重新流動返，有啲感受你一直以為自己已經冇咗，但其實佢只係等緊你再次打開自己。如果聖杯嘅1號喺未來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未來會有一段新嘅情感連結慢慢出現，可能係愛情、友情，又或者一份令你好窩心、好滿足嘅關係。你會再次感受到被愛、被理解，內心亦都會慢慢變得柔軟起嚟。記住，當你願意打開自己，愛同情感先至真正流得入嚟㗎。希望今集幫到你更加理解到呢張聖杯嘅1號牌啊！多謝你哋今日收睇我呢條短片啊！希望你哋鍾意啦，我哋下條短片再見啦，拜拜。